弟兄兄姊大家平安。请咱伫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以前，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咱伫上帝面前，三甲伫安静的内底来陪伴咱的心，做伙来敬拜。咱伫安静的内底，用祈祷。恳求上帝圣神来充满咱的心，互咱伫安静的内底，伫祈祷的中间，搁一摆来陪伴咱的心。伫今日的敬拜，恳求上帝圣神亲自来甲咱引带带领。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互阮有活命，互阮有喜乐，互阮有愿望，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主你面前，朝见主你的时，阮要恳求上帝你圣神来对阮讲话，帮助阮，互阮伫每一个亲近主你的人的身上，拢通得到生命智慧的心。主，阮知伫世间的年日，有侪会捆绑阮、影响阮，甚至互阮的心思意念来操烦的事，阮拢恳求上帝你亲自来甲阮陪伴，互阮会当单单自神看主你，将阮的生命交托主你。愿上帝你，互阮每一早起，当阮会当起床的时，阮就要学乐讲：主啊，你是阮的上帝。你是阮生命赏赐的主宰，恳求上帝你来赏赐阮，互阮有活活的生命，搁一摆来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工。愿上帝你赏赐互阮伫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你圣神若充满阮的心，嘛搁一摆伫阮的生命中，会当成做阮生命的帮站甲倚靠，互阮学习来跟对主，学习来服侍主、服侍人，互阮的生命会当得到搁活。得到真实救赎的活命的快乐，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兄姊大家平安，咱三甲伫主的面前，三甲来敬拜咱的上帝，邀请咱做伙起立，甲你边的人甲伊讲，透早起来，咱就爱学乐咱的主。透早起来，咱就爱学乐。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美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伊，因为伊是创造万美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乐主。透早起来，学乐主。因为透早起来记着耶稣，我心内有平安。这时牧师要邀请你，你来为着你家己的生命来祈祷。我唔知你有记着耶稣无？
当你每一天起床的时，你有亲像这首歌所讲的，透早起来学了主，讲主啊，我要见到你，我要见到你。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为着你家己的性命来祈祷，甲主讲，主啊，我要需要见到你，愿你圣神来充满我的心，帮助我。咱做伙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俄罗主。当我的心有喜乐，当我的心有俄乐的时，愿知我的生命是上帝你所创造。愿我的心会当亲像这首歌相款，讲透早起来我就要俄乐主上帝。愿你帮助我，互我的心内是真实有平安。甲主讲，主啊，愿你来充满我，帮助我。我要学习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主。愿上帝你将平安、满足的喜乐赏赐我，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去一边做伙来，透早起来，透早起来，学了主，用欢喜的心来唱，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我将我的生命交托伊，因为伊是赏赐平安的主。我将我的一切仰望你，因为伊是创造万物的主宰。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透早起来，学了主，透早起来，学了主，因为透早起来见到耶稣，我心内有平安。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地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你边的人甲伊讲，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你。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你，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因为人心内若要相信，就会称作义；囡仔嘴内承认伊的，就会得到救。上帝恩典是要白白予人，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只要你相信就会得到。上帝恩典是要予只要你相信就要得到的人，你有要相信无？你若无要相信，这个恩典嘛无法度得到吼。所以只要你若要相信，上帝就要将这个恩典赏赐白白予你。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咱请坐，咱伫主的面头前，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伊的面前愿知。虽然咱无法度通掌握，唔知影咱明仔日会安怎样，但总是上帝伊要赏赐互咱的平安，是超越过咱所想象。阿们。所以咱每一日，咱就爱学习将咱的生命交托主。上帝伊的确知影咱的需要，上帝伊嘛知影咱的欠缺，伊知影咱所需要的事，要亲自来补助咱。
咱这回来吟这首诗，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不知明日将如何，每时刻安然度过。我不求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我转阴暗。我不为将来而忧虑，因我知主所应许。今天我蹲与主同行，他深知前途光景。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将如何？我遭遇贫苦饥饿，那看顾麻雀的恩主，必随我时刻看顾。我虔诚虽然归回我，我快乐，我有在我，但我主引导我入苦，他宝血将我涂抹。许多事，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银河里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任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
为你的生命来祷告。每一天都是充满不定的因素，但是我们有神，我们凡事都得着平安。亲像这首歌所讲，生命爱去敲找永远的答案，就是永远我的生命。咱做伙开声，为着你的生命来祈祷，求上帝你赏赐予你会当清楚知，是耶稣基督踮伫你的生命中间，你就用你的生命来跟对伊。若无，咱无法度通明白生命永远我的意思。咱做伙开声，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主啊，愿意来亲近你，愿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阮需要得到生命永远我的快乐甲帮助。总是阮唔知，阮要安怎敲找主。恳求上帝你通过你的话语，常常来激励阮的心。通过祈祷，互阮会当操练阮甲主你密切的关系。恳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恳求，互阮会当找到阮生命的答案。因为你就是阮生命的答案。当阮为着世间的落落、在无用的事，阮就爱更加伫你的面前来敲找主你的心意。恳求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恳求，来认捌上帝你真理话命的话。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许多事，明天将临到，许多事难以明了，但我知主掌管明天，他必要领我向前。主，我要感谢阿罗你，阮知有真侪项事，阮唔知要安怎行，总是你爱阮来亲近你，你要互阮明白，互阮知是主你咧掌管阮的明仔日，是主你咧掌管阮的生命。恳求上帝你帮助阮，阮无要求明仔日，阮要做啥物，要食啥物，阮搁较要紧的是，着爱敲找阮明仔日，阮伫今仔日，阮要安怎为主你来活。恳求上帝，你将这款的异象，将这款的真理甲活命，来丰丰富富充满阮的心，帮助阮，互阮每一摆来亲近主你的时，阮就得到永远我的快乐、望甲喜乐。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主掌管你的明天。这是咱三同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分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愿咱时常用行动来见证咱的信仰。这是咱做伙三家来吟圣诗498首，主的福音真道理，咱起立来吟。
以赛亚书第6章，我来刻，恁来引。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袍垂落来，看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的，我袂忘人。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嘴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我的目睭有看着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热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嘴唇，讲：即个有遇着你的嘴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彼着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阮去？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这是咱请圣歌队来学乐咱的至高的上帝，伊要唱的歌是学乐的歌。感谢圣歌队的服侍，互咱开始用诗歌来学老主。
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启示录3章14节到22节。你着写批互罗底甲的教会的天使讲，迄位阿免忠信佮信实的见证人，上帝创造的君王安尼讲：我知你的行为，你无冷无烧，我较爱你看是烧也是冷。既然你拿轮烧，毋正烧毋正冷，我得要对我的喙甲你呸出去。因为你讲我好野已经大发财，拢无欠亏，你却毋知你悲惨可怜，善且失明，佮赤身裸体。我劝你对我买经过火锻炼的金，通互你好野，佮买白的衫去穿，才免互人看到你烫摕的见笑。嘛买药佮抹你的目睭，互你袂看见。我所疼的人，我拢甲因责备甲管教，所以着热心，着反悔。你看，我已经徛伫门外伫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门的人，我要入去找伊，甲伊做伙食，伊嘛甲我做伙食。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做伙坐伫我的宝座。亲像我已经得胜，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有耳孔的人，拢着听圣神甲遮个教会讲的话。以上就是咱请牧师来分享怎样见。来，咱请穆恩吼，今仔是穆恩。咱多谢穆恩吼，请牧师来分享怎样建立热情的教会文化。原先吼，咱遮个小朋友原先是要念规段的啦，吼爱真认真吼，昨暝安尼读2摆吼，啊，我讲你也无要困吼，那囡仔就讲，等下咱小朋友来，小朋友等一下，牧师为你们祝福祷告，你们再下去，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些小朋友来祝福祷告，好不好？来，小朋友来。走了。好 ，OK， 来，我们小朋友都进来，我们到台前来哈，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好了，那下个礼拜我们再安排好了，好了吗？进来哦，来，宝庆、美心来，穆恩，好来，好，我们其他小朋友来，我们到前面来，很好。其实小朋友他在上帝的面前哈，我觉得我们不要限制他，我们来给他喊这。我讲咱来用祝福，咱的这细囝伫未来哈，来泽恩、宝庆来，宇恩呢？生气哦，好，好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这些孩子来祝福哈。感谢赞美主，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当我们还小的时候，还没有出母胎的时候，上帝你已经知道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你，我们要再次将我们教会每一个小朋友在你面前成长的过程交在主你手中。我们不仅见证看见这些孩子的成长，我们也要帮助他们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建造与神的关系，让他们能够时常熟读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他们一生当中最好的智慧与祝福。成为敬畏主的人是智慧的开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再次将这些孩子交在主你手中，让他们在未来成为教会、成为社会、成为家庭美好的祝福。让你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我们再次将这些孩子，我们时常继续在祷告当中为他们来祝福。各位兄弟姊妹，大圣牧师伫遮嘛要搁一摆甲大家讲新年恭喜，甲你边的人讲吼，新年恭喜，真欢喜看到你。
咱彼此咧祝福吼，来到教会时，咱会讲啥物？咱会讲平安对无？吼，咱会讲平安对无？对无？啊，啥物叫平安？有平安的人敢会健康？会袂？会平安的意思就是讲，你一定有健康嘛。你若有平安无？我真正无平安，啊，我就为你祈祷。所以我认为，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的人，当咱有平安的生命时，你的心会安怎？会开阔。啊，若无平安的人，伊的心是足狭隘的。心若有平安的人，伊的信心会加添袂？会哦，甚至有勇气去面对挑战袂？会啦，吼。啊，若健康呢？有健康的生命会安怎？啊，当然就有体力嘛。亲像早起我看到阮足姐吼，我讲阮足姐，牧师先带你祈祷。伊讲牧师，我今日要起来楼顶礼拜。我知影伊的意思，因为伊会亚做讲，牧师敢是会为着要顾我，其实毋免。伊讲伊的心内就是有平安，已经有道道咧恢复健康。所以每一个人，咱来到主的面前，你爱去思考，你的生命有真实的平安无？啊，有真实的平安的人，有健康无啦？兄弟姊妹，感谢主，我感觉这就是咱要得到上帝上好的啥红包啦。咱新春礼拜吼，那如果咱也无未摕到咱教会赠送互咱的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红包哦。吼，咱会当在楼骹甲咱的会员这抽一张啊，吼。啊，内底有一段圣经节，嘛是上帝要对咱讲的话。啊，我感觉真欢喜。顶礼拜吼，顶礼拜啦，吼，牧师教导咱做伙来看上帝的话，对无？吼，讲啥物啊？马太福音书，求就要安怎得到，吹就要吹到。拍门的，你就安那，伊就要为你来开门哦。所以，当我抽着这段圣经在的时候，我感觉这就是上帝要对伊的牧者、对伊的奴仆，毋是牧者，对伊的奴仆来讲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抽着啥，但是我相信这节圣经节是要对你讲话。所以我甲我的太太牧师娘，迄天新春了后礼拜日，伊就摕迄伊的圣经节，包括囡仔圣经节，阮就伫遐做伙讨论。甚至做伙祈祷，做伙为着阮的家庭，为着阮的囡仔，来领受上帝对阮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对你的心意是啥？对咱的教会心意是啥？牧师要赠送咱一段对联，是咱教会上帝要伫伊的教会用上帝听的内底，咱着安怎来看待新的一年？2024年，咱要安怎来面对？伫上帝教会内底，大事小事，靠主安怎？爱得智慧啦。咱若靠主吼，大事无法当面对吼，啊小事讲你有法度吼，我感觉迄毋是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安怎？大事小事拢会当靠主得到智慧安怎来面对哦？这敢是真实的生命？这敢是真实靠主得胜的生命嘛？所以即句记起来。大事小事靠主得智慧，万事百解顺正主意爱。万项事你茫烦恼讲啊，我较衰吼，较拄着这项事吼，你毋免烦恼。万项事你着靠主的互你的智慧安怎去排解，啊，着会记得咯。是就是毋是的安怎？毋是就讲毋是啦。那加讲的拢是啥？出对迄个恶者，这是圣经内底所讲。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加讲的拢是啥？出对恶者的，出对魔鬼的意思啦。所以万事要排解，咱一定要有纯正的心意，讲应当讲的。啊，人甲人讲的时候，咱安怎？咱免烦恼啦。好，那个高频中频再少一点哈，音量再少一些。所以万项事排解要有纯正，主开意爱吼。第三，看事论事，认真无凊彩啊。咱咧看事吼，咱咧论代志吼，毋是安那凊彩讲，了解我意思无？毋是咱像咧讲闲话啦，八卦。看事论事，就爱认真去注意听。当人甲咱讲的时阵，你要了解伊的意思是啥？了解我意思无？所以毋是讲逐个人咧讲话吼，拢是安尼凊彩讲的，亲像迄牧师妈讲足济安尼吼，就是凊彩讲哦，毋是哦。咱爱注意听哦。
每一个人当伊的话坐的时阵，当伊咧论代志的时阵，你有认真无？你若无认真吼，你安怎？你袂想要听伊讲话啦。然后你会感觉讲，吼，这个人又过来啊，这个人又过咧讲迄我无爱听的话啊。你无法度通帮助一个人，甚至你无法度将好的福音带互伊。所以看书论书认真无凊彩，最后办事完事落尾就安怎？真精彩。好，所以这句对联吼送互咱：大事小事靠主得智慧，万事百解顺正主意爱。看书论书认真无凊彩，办事完事落尾真精彩。咱免吵，其实咱若有机会，咱看咱的教会直播，咱可以当去甲认真去甲写落来就好。今日牧师要透过启示录这段圣经节，带领咱做伙来认识咱所处的教会，咱所共同组织伫这大桥教会内底，咱要建立一个什么款有热情、有热忱的文化的教会。当我们愿意认真的来探讨这个问题，我相信，伫你的工作、伫你的生活、伫你的家庭的内底，你拢会当成做一个什么人？有热情的，还是无热情的？有热情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因为当咱若无一个热情的生命，亲像咱所看牧师送互咱的对联同款哦。大事小事，你咧看代志吼，你咧要办代志的时阵，你拢会出问题啦。了解我意思不？没有热忱的人啊，我告诉各位，你真的很难办事情啊。即使你有上帝的爱，你也不敢办啊。好，你认真回想起来，好像也是这样哎。我们都认识耶稣爱我们，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勇敢的心志啊？为主而活啊！为主而活这句话有没有啊？敢不敢啊？愿不愿意啊？好，我非常感谢神。我们这样1年多来哈，玉成就在我们当中哈。我们说玉成他一开始是信主的吗？是接触教会的吗？他不是可是我每一次只要他在带领唱歌的时候，我的心都很感动，因为我看到的是他看到了我们的信仰背后那位上帝。虽然我们有很多不足与软弱，但是他单单的注目看耶稣。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热忱的心一定要单单看耶稣。热忱的心要单单看耶稣。启示录里面咱来先来了解几项代志。圣经里面这本册，旧约有批信吗？有没有书信？少有了，真的比较少了。新约有没有？有。我们知道有保罗的书信，有彼得的书信，有约翰的书信，但是耶稣的书信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好，我们要知道启示录就是耶稣的书信。为什么启示录为什么讲是耶稣的书信？到底是什么意思？咱来了解启示录在第1章内底，伊就讲起，伊有特别讲起耶稣基督的启示，安怎样来帮助约翰来甲伊写落来，然后将这的批信留落，互咱即卖人来看。所以咱来了解启示录的作者，老约翰，伊安怎样领受着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咱来看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到第7节就讲起，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予伊，将伊的确将必要快成的事情，那个指示在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对家咱来讲知影，约翰伊是清楚知影耶稣，伊对耶稣的心就所看到的，然后将安怎将伊的代志甲伊写落来，将这个批信留落，互咱即卖人看。所以启示录是安尼来的。第2节，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怎么样证明出来。所以这是约翰所领受的。第3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愿意遵守神的道，神就祝福你；你愿意遵守神的道，神就赐福你、祝福你。所以咱来知影，伊讲起啥？
伊讲第三节讲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已经近了。我要问各位，现在我们所处的世代，咱所处的这个环境，你有感觉震惊做这无？有无？国家人民有冤家未？我感觉是愈来愈严重啊！人甲人的中间吼，迄心机吼是哪来哪动啊？所以咱来了解，特别经过疫情之后哈，我要问各位哈，你现在出门在外哈，你会不会有一种心情哈？那个口罩不敢拿下来啊？会不会？这就是问题啊！因为我们的心是更害怕。牧师有甲咱讲过吼，当然牧师毋是讲你身体有问题，你搁硬要听讲我爱靠这勇敢，毋是这个意思。牧师的意思是讲，其实自从疫情了后，人对这个啥，这个口罩喙安吼，已经产生有一个病叫做啥？幽闭恐惧症。即摆有这个名词哦，这个病出来哦。意思是讲，人拢是挂口罩，所以我会记得前有一阵啊吼，中南吼，伊真正无爱客落来哦。好，那时阵钟显东做清澈哦，我们有为了说，中南为什么不敢把口罩拿下来？啊，讲话拢无清澈，啊，读册嘛无信心，因为他觉得活在口罩里面的世界真好啊。你有想要互人看到你无啦？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看，建立一个热诚的教会文化，有一个足要紧的观念。所以咱知影启示录，耶稣基督的批信，耶稣基督的启示伫老约翰伊的门徒。约翰会当讲嘛是耶稣的表兄弟啦，吼，表兄弟啦，吼，伊的妈妈甲玛利亚其实因拢是姊妹啊。所以咱知影圣经内底，耶稣特别要写予这7间教会，这7间教会内底是到底咧讲什么？咱也知影吼，咱今日所看的圣经站，下次吼我们把那个下面的字要改成标楷体，好，因为这种体真的不是那么好看，好。所以呢，咱这回来看吼，只要咱也听到老底家教会吼，咱拢会想到啥？叫做无小无领啊，无小无领叫做半属世也半属灵啊。也有人说哈，这个叫做微温的教会啊。那我想要问各位哈，为什么老约翰为什么特别来提醒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以这个无小无领这种的关系是为什么？因为第17节，因为恁讲我好业已经大发财，拢无欠缺，你却唔知影，你竟然是悲惨、可怜、善良、失明啊，你看失明哦，佮赤身裸体啊，这什么意思？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讲，咱亚洲咱是有啊，咱亚洲咱已经充足啊。兄弟姊妹，有时我嘛安尼感觉，我嘛感觉讲我已经有，我可以，我办得到。可是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哈，你要更依靠神。如果你那是安尼心的人，牧师邀请你，你要更较倚靠上帝。讲主啊，帮助我。我知影我的外在，我知影我所拥有的，但是我会知影这物件拢是啥？拢是上帝你赏赐的。兄弟姊妹，为什么？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内底，伊特别讲起，因为咱会讲，我好业，我已经发大财，拢无欠缺。兄弟姊妹，什么叫做富足？什么是富足？富足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你伫道理财物的顶面的丰富啦，有无？有呢，吼，有时吼，咱袂爱看好野人哦。为什么？臭屁！吼，我较无爱像爱看迄好野人，迄行路做摇摆，干嘛呢？不一定呢。我非常喜欢，有时候我非常喜欢看。这些有钱人哦，他们是在做些什么事？他们的理念、他们的观点，因到底是在做啥？啊，有时我嘛爱真爱看啥善假人，伊到底在做什么？我认为，不管你是好野人还是善假人，你要了解，人若只要你认为你的道理财物的顶面真丰富，你就是亲像
老底家教会老伙安尼讲的，你就认为你是啥？你是富足的。什么是发财？当然就是物质资财顶面的丰富。但是现代教会常常的夸耀的是啥？这咧讲的是啥？是咧讲咱自认为内底所捌的，甲外面所拥有的真多啦。台湾人是毋是安尼？是呢。台湾人唔知影什么叫做危险啊，对不？所以人我当然嘛要兼人做伙啦，兼迄土匪做伙啊，了解我的意思啊？咱来了解哦，咱来分辨哦。基督徒我们要夸胜的是什么？咱要夸耀的是咱有主上帝，对不？唔是啥？唔是倒一国的王，倒一国较好，我要来甲活的，唔是。要紧的是啥？咱来成做一个勇壮的人。所以今仔日圣经才特别互咱的教会，互咱的生命，咱来努力去定心去了解咱的生命内涵是啥物。圣经甲咱讲，18节安怎讲？伊讲我劝恁对我要经过火锻炼的金啊，通互恁好业，搁要白衫去穿，才免互人看到恁烫体的见效。嘛要药膏抹你的目睭，互你会看见。才讲到3种的物件。第一项，伊讲我，这个我是啥？我是啥物人？是主耶稣基督。意思是啥？唯有主基督是咱生命的拯救。所以咱即摆有咧做门徒吼，礼拜三有这个门徒训练吼。第一节是这个第一次的课程是重生啊。第二次的课程叫做救赎啊，内底讲到足好的意思，就是要安怎更较了解，真正认捌信仰，这个信仰的人，就爱真实体会到你的生命到底有顶头生无，甚至你要了解你顶头生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毋是真正救赎你的活命。所以兄弟姊妹，这内底讲我，这个我是主哦，我劝恁。我，这个我是啥物人？是主哦。主咧甲咱讲哦，讲我可劝恁着爱我来买火炼的金啊！兄弟姊妹，咱人有上帝形象无？咱是不是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是不是？亚当是不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金子啊，其实代表的是神的上帝形象啦。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金啊，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形象。但是你这个形象有法度通真实，真正像迄锻炼过的金啊同款。伊的意思就是安尼啦。耶稣就是在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会因为世代，因为咱的无小无领，咱会因为世界引诱，因为咱的认知唔捌，所以咱嘛会犯错。所以咱的形象无法度通亲像上帝，亲像主同款。所以主甲咱启示讲，我劝恁来我买这个火炼的金啊，叫恁会当真正安怎？这才是真实的富足啊！所以兄弟姊妹，丽华姐，我们有丽华姐妹哈，上帝给她非常丰富啊。可是我相信，当她的脚受伤，因为认识到说，我要来认识主，我要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上帝。你就要了解每一个人，你必须要知道你生命的目的，要怎么样重新把你的生命锻造成为一个真实的金子。第二，一个讲什么？搁要买白衫穿起来。什么是白衫？白衫不是要死人要穿的哦。白衫的意思是啥？代表是一个所行的义啊，所行的好事义。这个义是什么？我去甲查考这个原文哈。原来伊这个义其实是主观的哦，我有来想到，什么叫做主观的？啊，人啦，主观的义、主观的好，安尼我想要买这，想要耶稣要启示要买这，我感觉这互我想起一样代志。咱人吼，看到一个人做了好吼，咱会去甲学乐袂啦？但是嘛有人袂去甲学乐啊，敢不是？敢不是？你会常常赞美你自己吗？好像不会，对不对？你会不会赞美别人呢？有人会，有些人不会。可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赞美人，
我以前不觉得赞美人是好的，因为每次我赞美人，我都觉得我好像看见我自己的不足，对不对？然后感觉自己好像很软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给咱爱晓啥？买一个白衫去穿，才免给人看到你thân thể更小。我问你，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裸露的一个人？特别你只要到牧师面前哦，牧师好像很容易就看出你的心了，会不会？会呢。我从国中时期我就很喜欢看人呢，我很喜欢看人，甚至为此而感觉我自己是不是得忧郁症呢？可是我跟神求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回到你的心意里面。所以当我看到这段圣经节讲，搁着买这白衫来穿的意思讲，我要安怎真正会当看见上帝这个美好的形象，对吧？团连过金嘛，这个生命是不是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形象会去数落一个人吗？上帝的形象会去污蔑一个人吗？会吗？不，应该没吧。我相信上帝看到人就是会学习赞美人、祝福人、帮助人。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跟他讲哦，你得爱熊熊学了人，唔通看家己比别人较敖啦。爱安怎？爱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我感觉这句话圣经内底所讲，看别人比家己较敖，这是足好的生命。所以伊佫讲哦，耶稣佫甲咱启示讲，嘛买药膏来抹你的目睭，互你安怎会看见啊？看见啥？看见你属灵生命的需要，看见你生命所需要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约翰福音安尼甲咱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无借着我，无人会当安怎去到爸遐啦。所以兄弟姊妹，到底伫你的生命中，你要安怎样来敲找上帝给咱迄种热情的生命力？热忱的生命不单单只是你要去看什么课外读物，教导你怎么样去做一个会赞美人，不是。重点是你有了解到你的内底甲外面要安怎有主成做你的快乐的来源无？兄弟姊妹，这顶个月吼，牧师有伫1楼的所在，我带领同工做伙看一段圣经，在约翰1书2章27节讲。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咱有常常在想讲哦，来牧师，你为我祝福祷告，把主的恩膏、把主的祝福临到我身上，有没有这种感觉？你去找牧者，找一个很会祷告的人，有没有这种感受？会。可是我看到这段圣经节以后，我要教导每一位信徒，大家来了解一个真理：每一个信主的人，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有没有常存在你们心里啊？我们要去想，到底有常常存在你的心内底无？那有的话，就亲像伊讲的，不用人教训你们呐。意思讲，唔免牧师过来甲你讲哦，你得安怎做啊？你自然你就知影要安怎得到这个稳定啊。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怎么样教导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人的热情在教会为什么无法度通发挥出来？因为咱亚这我们中庸之道就好了。什么叫做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如果按照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咱的圣经在叫做无小无量，敢不是？当然，牧师唔是讲咱做什么代志爱做拼，还是讲我什么拢无爱，安尼就好。反正我就按牧师啊，既然你讲中庸无好哈，这个不好。我不是说全面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讲，咱的生命，咱有常常去思考，到底咱的行为是徛伫什么款的角度来看待你的生命状态。我认为，一个信徒若无时常有上帝同在甲感动，甚至不肯去顺服的上帝的时阵，我感觉咱这个像迄浪子的生活，会常常伫咱的生命中间在影响咱。所以兄弟姊妹，我时常咧思考，到底一个基督徒
为什么我捌去问过一个基督徒？我讲是安怎你奉献吼？你奉献吼？你是安怎会当献甘嘛？甚至吼，你奉献了吼，是安怎搁要写对方的名啊？吼，奉献了搁写对方的名。这个兄弟伊会甲我讲，伊讲因为上帝赏赐丰富的上帝，伊尽心尽力努力将伊的热诚来侍奉伊，来回应这个上帝。我后来去甲了解，伊佫竟然甲这租金吼，有当时佫甲摕来安怎，佫来奉献啊，佫毋是佫摕来用的，佫是摕来奉献的。伊讲伊要互这个人知影。你说我甲你起价吼，我甲你起价吼，是将这放伫上帝国的事啦。我讲吼，你有这个心真好，甚至我感觉我想要来学习，到底是甚物款的热诚的生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对这个人的心情，我看见上帝是不断地甲伊供应，甚至不断地甲伊祝福。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有想要得到这种的热诚的心无？但是我一直感觉，有这种心的人，上帝的确会当互你伫万项事顶面，拢得到富足。这就亲像一开始我所讲，耶稣所启示咱的金啊有锻炼过无？兄弟姊妹，你愿意用你要活的生命，尽心尽力来听主上帝无？有无？这是咱的大诫命呢，敢毋是？你有想要委身你家己的生命，奉献你的生命、时间、金钱来回应上帝无？无错，这可能较困难。即马经济做歹，通膨，即马环境真正做歹。我有我的困难，我真正无法度。甲你边仔兄弟讲，奉献是甲上好的献上。我来讲一个故事吼，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遥远的这个树林内，带三个兄弟，因三兄弟拢拥有无相款足珍贵的宝物。这个大汉囝拥有一面宝镜宝镜，这个宝镜呢，它能够看见世界上世界上任何一个所在所要发生的代志。这个二儿子吼，第二个囝呢，伊拥有这个飞毯啦，飞毯，会当去甲随心所欲，伊若想要去倒位就飞到遐。第三个囡仔，这个细汉囡仔，伊拥有一粒苹果，伊会当治好逐款的病啦。有一天这个大汉囝伊伫镜内底看到，原来伊的国家的这个美丽公主破病真严重，束手无策。国王颁布一个命令，讲只要有人会当将我的这个查囝公主甲伊治疗好，我就将我的查囝配互伊安尼啦。哇！这个大汉囝知影了就马上甲两个小弟叫来讲三个参详了讲赶紧，咱来这个王宫内底来救这个公主啦。然后这三个因就坐这个老二的这个飞毯，就飞到这个皇宫来甲这个公主治病。第三个上细汉的就摕伊的苹果互公主食，结果公主的病有好无？有好啊。好啊了，国王伊就讲我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我说要把我的女儿公主要许配给他，他就问他的女儿怎么办？三个，一个知影你这个问题来甲你帮衬，第二个佮马上带伊来做伙飞来，伊嘛有贡献。第三个用伊的苹果来甲你治好，请问查某囝，请问你想要配合倒一个啦？你来决定好啊。公主讲，当然嘛是要嫁互这个上细汉的。兄弟姊妹，国王感觉足奇怪，为什么你要嫁互这个上细汉的，加一个苹果的？因为安怎？这个公主就讲伊讲因为大汉的伊的镜甲这个第二个伊的这个魔炭要低嘞啊，还在啊，他没有失去啊。这个上细汉的伊是失去伊唯一的苹果啊，会当甲我治的苹果啊。这个故事有亲像圣经内底的寡妇同款无？兄弟姊妹，奉献有三种的境界。第一种，将你家己剩的较摕出来奉献；
第二种的奉献叫做甲上珍贵的安怎摕出来奉献。第三种的是啥？佫是珍贵，佫是唯一的。我感觉这是上困难，嘛是咱爱认真来去思考，到底咱要用什么款的热诚的心来奉献给主？我本身真袂爱铺我去倒位佚佗啦，因为牧师若去倒佚佗我牧师拢无咧牧会啦，拢无咧关心会友啦。其实牧师真爱掠鱼，人拢知2礼拜的中间我毋知影为虾米，我休困的时阵，我拢会真落落。我的老爸老母拢会讲：你身体会堪一无啊？迄掠鱼是爱费神的，爱有力的咧。但是每一摆迄中南伊拢会讲牧师放假了我可不可以再去钓鱼啊？他很爱钓鱼。我讲好啊，行，我时间排一个休困的时阵2礼拜的时间，我感觉足奇妙。第1礼拜我去掠到一只金蛙的这个红鲫嘛，这红鲫你是菜市仔买袂到的，金蛙200甲阮全家，包括我的囡仔食了，拢大家欢欢喜喜。迄礼拜佫是掠到5只变形蚵。第2礼拜我佫共款，足奇妙的，我嘛掠到4只变形蚵，佫一只乌鸡黑蛤，嘛是金蛙。咱若了解这食物的咱会感觉讲这是足珍贵。我毋是要讲这物件是偌好，我要甲咱讲的是，当咱愿意，我迄个时阵我甲上帝讲主啊，敢讲我做你的萝卜，这我唯一可以让我放松又可以得着我家里的食物来源的地方，难道我不能去吗？我跟神说，神啊，我每次去捕鱼，我希望你让我能够丰收有余啊！所以我的小妹逐礼拜的鱼拢是我予伊的，当然无介济啦。我也恳求神帮助我。我兄哥会甲我讲，小弟啊，你逐摆拢摕网安尼拍要往去拍了了。我讲抓大放小啦，这就是永续经营。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甲咱讲一个什么？咱会去分享无？伫咱的生命中间，你有想要去跟人分享无？牧师伫教会内底得到真侪兄弟姊妹，咱的分享。但是牧师更较期待，咱会当将咱所要分享的去帮助更较需要的人，互因的生命会当真正得到美好的福音。上帝互咱上好的福音是啥？就是互咱得到这个活命、救赎的活命。这是什么人？金惠姐，我有经过他们的同意啦，这是金惠姐在过年的时候她就发给我，这个她跟她的家人，这是伊妈妈甲伊弟弟的囡仔这是全家福这是什么人诶？这是毛阿姨的毛长老的他们的家族毛家族会全家聚集，这是我们新春礼拜，我们每一个人大家一起在这边能够留影。其实牧师很期待，在现今的世代内底，真正是一个需要咱温群表露的性的世代。特别疫情了后，疫情之后，真正人甲人的关系是哪来哪疏远，咱爱更加来恢复，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温群的心，会当继续来做上帝爱咱做的事。我相信教会就会哪来哪有用处。希伯来书第6章第11节到12节讲，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求上帝赐福咱，帮助咱。如果咱伫未来有想要培养更加热诚的心的机会、活动、事工，牧师拢鼓励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伫今年度期待有机会会当来做这个望德福的志工的训练，所以牧师做期待会当邀请咱在座的兄弟姊妹，咱有时间、有金钱、有咱的带导的人、会温书的人，咱拢会当做伙来参与，关心这个事。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热诚的教会，
有热诚文化的教会。求上帝赐福咱，互咱的生命得到祝福。咱做伙来吟圣诗572首，心目五主坚固。咱坐咧吟，咱坐咧吟这首歌。心目五主坚固，咱伫主的面头前，是因为咱有救赎耶稣基督，真做咱生命的救主。咱着爱求主帮助咱，听咱的祈祷，互咱的生命中的罪无合上帝心意的，互咱无小无冷、无愿意付出的心的时，求上帝怜悯咱，求上帝帮助咱。咱做伙坐咧吟这条歌曲。是望主坚固，就是相做耶稣，求主上帝，求你听我祈祷，最后世情到无，我专心我靠为吾上帝，等我心心专用，是阮互我勇行，在我心内，你有替我受死，我愿亲亲听你，替心顺专心志，那会灭。我行无行的路，还得到你脚步，求主引带，黑暗的我罪过，由阮甲我担当，免我你主人无通遗忘。答应谁那望快乐，限定我行是何，无顾遗忘，求主彼是保庇，无个惊遐遥远，灵魂受伤就天甲主应断。阿们，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愿你的话教导阮，启示阮，启示阮的灵，开启阮属灵的目睭，教导阮，管教阮，塑造阮，修正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深深去体会主你疼阮的心，互阮的生命会当来认罪悔改，互阮伫认罪悔改的内底来体会到怎样来活出生命热切的愿望，来回应主你的疼。有时阮的心神软弱，但是你手赐互阮的恩典是教育阮用的，互阮的心得到勇敢，帮助阮的心更加火热来亲近主。愿你继续找阮感动的灵，伫阮的生命中间，认真做主你的工，用信心的祈祷，恳求主你来引带阮的生命，学习倚靠主，为主做美好的工程。阮无要为着世间的年日来劳苦、来忧愁，反倒等阮着将阮的重担交托予主。上帝，你的确要赏赐阮教育的气力，教育阮用。恳求上帝，你继续扶持、看顾伫阮在座每一个心神有欠安的人。恳求上帝，你赏赐智慧予因，赏赐平安赐予因。特别，阮要为着新加入伫阮的中间的莲花姐来恳求，恳求上帝，你将平安的灵赏赐予伊，将你活泼的灵赏赐予伊，帮助伊，你救了伊的生命，互伊的脚头有定心会当继续来跑走头前的道路。恳求上帝，你就做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用你的话语来倾注引带伊的生命，互伊甲诞生，做伙伫上帝你的教会来荣光上帝你的圣尊名。上帝，你是赏赐生命的主宰，阮着将阮的生命交托予主。上帝，你的确要将温上加温、力上加力的活命赏赐予阮。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咱备办心做伙来奉献。奉献是咱对上帝的一种回应，咱用信心来奉献。咱起立做伙来念奉献的诗。我就所有的我主，是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靠主，甲主相亲到永远。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乎条我做归救主，我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予我主，行伫白白主面前，世间快乐。甘愿起身，求主打将我收留。我所有奉献，我所有奉献，献乎条我做归救主，我所有奉献。咱做伙来读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命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看周报内野的公道内容，为着咱所听的教会以及兄弟姊妹做伙来祈祷。咱为着信徒灵命造就新心灵，为着咱同工的服侍工作，教会青年理同，教会行款以及关怀弱势，福音报道灵命的造就，以及咱新家人朋友的带导，为着世界遮侪的战争、难民的性命，以及咱教会内兄弟姊妹身体病痛，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同心做伙伫遮感谢你，愿你即时听阮恳求的声。伫新的一年的开始，阮抱着充满盼望的心，向你恳求，求你赏赐阮，大求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
对你遐来的大快乐，你信心的同在，咱不愿死互咱当，也袂离开你的亲人、好朋友、团讲，离开你的好消息。求你也赏赐互阮不断愿意学习、求进步的心，愿意来继续见证你的听。主啊，求你也用众阮，阮有辛苦软弱、欠过，求你怜悯医治我。阮有犯错失败的，求你赦免，求你互我愿倒转来找求你，互我注目仰望你，互我反悔认罪。主啊，互阮的生命日日来更新改变，成做你欢喜的器具，荣耀你的名。行伫你欢喜的道路，也寻求你怜悯，有做阮人甲人中间的战争，求你赦免、顾恤，用你的和平、你的疼伫阮的内面，互阮愿意搁较侪来恳求、关心阮身边的人，有时用对点来面对。主啊，求你来，你的疼，互阮无只是用道理来教人。乃是用更较侪上帝你遐来听人。我伫你的面前同齐，伫遮恳求祈祷，同时靠主圣尊名来求，阿免。关心教会大细项代志，咱来看周报第一项。后礼拜主日，咱要伫礼拜中召开会员好友会，请兄弟伊万心做伙来参与关心教会大细项事。第二，礼拜后请初期参与聚会兄弟以及受训的兄弟，请伫牧师办公室来参与门徒的训练课程。训练的名单伫咱的周报正手边遮吼，请参与的兄弟留意下面的时间。第三，2月17拜六下暗6点半吼，要召开第2摆的小会会议，咱做伙来读金句吼。台语，既然我所疼的人，我这边来警戒伊。所以得混迹来欢会。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启示录3章19节。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牧师伫遮简单报告吼，咱真欢喜陈发也是从高雄来啦吼。来参与我们的聚会，我们也再次欢迎他我们也再次请丽华姐跟陈大哥起立，让我们认识一下有最兄弟还佫唔捌啦咱拍婆欢迎因，欢迎因，请坐，因住伫安平迄边啦安平的所在所以真欢喜会当来到伫咱中间做伙来，跟咱做伙聚会，唔是安平，这东区我说错了，东区那边啦好咁佫有敏贞节，敏贞节最近嘛，因为这个礼拜六、礼拜日拢爱工作啦咱嘛真欢喜会当倒转来。后礼拜咱要有会员好会不管你是毋是咱教会正式的会员，嘛拢邀请咱会当做伙来了解，来参与，做伙来关心咱的大桥教会所做的事啦所以后礼拜是咱的会员好会。邀请咱每一个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参与。等下礼拜煞，咱嘛请咱有门徒训练的兄弟请咱会当到伫牧师的办公室做伙来参与啦好咁有新朋友牧师无介绍到，咱继续为着陈默大哥甲这个小张乐他们都咳了好几天了啦一整个礼拜拢还袂好咱求上帝怜悯，嘛求上帝医治啦好今日
王宗弼牧师嘛有来到伫咱中间吼。好啊，这个是甲范长老娘吼，范长老娘啊，咱搁一摆做伙起立，咱互相来行平安礼，甲互相请安，讲新年快乐，新年恭喜啦吼，平安。做一回，听互咱出去做一回，听互咱，听互咱出去做一回，听互咱出去做一回。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一回，听互咱出去做一回。咱犹原徛咧，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上行的诗，咱将一切荣光归予咱的主上帝。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做伙来吟。愿主你的荣光充满阮，光照阮，帮助阮，互阮通看见上帝你互阮的生命有主你的形象，为主你来显明上帝你爱阮显明的形象。愿主的荣光搁一摆来亲自光照阮的骹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光照引带阮。头前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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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立倒。